的屋内教会。然后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就是在小部落里面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本身也是规模是很小，对。然后我们现在如果正在上教会的，应该就是中年老人，应该也是没有，有时候没有10个。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带来的就是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一起来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规模很小，所以我们没有分很细，说主日学跟那个青年团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最小的就是9岁到我就是22岁都有，所以从国小到大学生，对。然后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那个高中生比较多。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很有心想要学习，因为我们也都希望在这边学到好的东西，我们要回去就是要振兴我们的部落跟教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来这边就是交流我们的兴趣，我们希望用打篮球来团结就是我们自己，然后同时也是要就是跟你们吸取一些经验这样。好，谢谢大家。我们待会就是第2首歌叫做《小乌来篮球之歌》，然后是我的那个就是创作，就是词曲都是，然后他们会唱给大家听。
减轻活力的